台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有一句话伫咧讲，你若知礼数，就无竞赛通做啦。这个意思是讲啥物？是讲有影咧，咱台湾人这个嫁出来的礼数实在是真多啦。你若是头一摆结婚哦，拢爱听别人指挥，唔但是要跪啦，要拜拢爱听别人的。唔但是结婚啦，其实连订婚的这个礼数嘛是真丰富，嘛真复杂。礼数有真有含义。咱顶礼拜咱看无够开呢，咱请到简建明老师讲到讲台湾人的订婚的礼数。你会记得偌济呢？咱媒人伫要讲亲的头一项就是爱提亲嘛。是。男方委托媒人去女方厝里提亲。是。双方要做亲情，有媒人来做长婿，大家讲话才有依地。是。若无亲家亲母直来直讲，若是一句袂下，这个亲情就歹做啊，但真拄好去啊。媒人甲女方的这个先行礼月写在红纸顶头，甲这个喜帖送给男方厝里，男方就放在甲这个喜帖放在红架桌顶，3日无代志，男方再甲伊的先行礼月送去女方遐，同款放在红架桌顶放3天，若拢无代志，安尼这个婚姻就继续。可比讲我若今日要嫁娶，这个物件摆在桌顶有啥物作用啊？老甲槟榔嘛，槟榔解老的意思。所以即摆人唔知影讲这米老的用意，就直接用老丁。是。我请你食薰，你绝对袂使甲我死啊！你真正无食薰，你嘛爱摕起来啊。是。袂使死薰嘛，表示这个婚姻会顺利。你敢知这是啥？当归糖啊。当归糖因为咱会讲新娘食当归嘛，当归是菜，夫妻恩爱。是食当归大发挥，这就是好口菜。这零件更较有意思，零件你囝婿送来新娘收2粒，收哪收2粒？收2粒，免收3粒，袂使，袂使。其他爱摕回去，这2粒叫囝婿目睭，我甲囝婿目睭收起来，伊就袂阁去看别个查某囡仔。所以讲小店会准备的物件，甲大店送的物件嘛是有一点分别的。有影咧，这个嫁娶是人生大事啦这个大事过程中间就有真侪这个咱传统的礼俗应该去甲尊重去甲了解啦当然啦，咱讲就讲有迄个对公亲开始啦到这个下8日啦搁送日啦等等到大小订大订到这个送订了后咱就爱来刷落来去甲人。并讲正式订婚的这个代志要开始啦，送礼这个代志当然要了解这个代志咱一定要请咱的专家来到现场。这位就是咱的老朋友，而且是非常了解咱台湾所有这个民俗啦、礼俗的这个代志，搁美食啦伊拢真有了解。就是咱的简建明老师。主持人好，大家阿曼。就是讲，可比讲我即摆去带恁查某囝，我都已经聘礼各方面我拢送到恁兜门口来，即摆请问恁这个女方要安怎拍算？来，我是啊，比如讲我是女家，我女方恁新郎来嘛，媒人一定带进前，带进前，你要订婚这天，咱先爱做就是礼饼先送来，聘礼先送来嘛，我就爱先甲祖先讲，祖先讲我就是甲礼饼一半的礼饼，因为一寡爱。大礼嘛，爱行礼甲这礼饼放红架桌顶，甲这聘礼啦、礼饼搁挂暗钱，放在红架桌顶，甲祖先拜拜，嘛算制作的艺术啦，头一遍地就是咱这先拍招呼嘛，男方先甲女方的家长先拍招呼，这个礼数做完了后，开始再要继续后壁的定数安尼。但是那就遮尔麻烦，咱坐定以后，上早都爱皇帝。你上爱讲的非常的重要，讲3遍。为什么？上以早新娘请食茶是为差不多是中国迄个宋朝开始。是。因为种茶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你这茶树袂使刷丛。刷丛就死，所以就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将一而终的意思。所以较早若要问查某囡仔讲，你当时要请食茶，就是意思问你当时要加红啦。咱即摆是讲你当时要请食饼，意思是同款。所以咱这皇帝，这个茶是为这来，表示讲我这就将一而终的意思。咱会食甜茶嘛？为什么查某囡仔爱捧茶出来
行这个步数，你就敢若你讲坐落来天天的就好。对啊。唔是，较早佫有一种就是看查某囡仔的行大。哦。看伊的体态，看伊的这个应对。为什么你出来为新娘会紧张啊？皮带对不对？所以讲管大爷啊，大好知。我知，吼，啊，你有带段无？是。吼，啊。行路有长底骹无？迄故事咱大拢知嘛。三人共五，目面后无长底骹话。无长底骹话嘛，吼，这个媒人上爱讲的一个故事嘛。啊，就是新娘捧茶出来，吼，看伊有带段无？啊，行路会知无？吼，行路会知，这就是较早一种文化女性吼，看无起查某囡仔的做法。安怎讲？那看伊若是迄咱迄阿母茶，阿母茶就是扁平足嘛，吼。讲阿母茶涂骹白，对，平整的相，就感觉啊这唔好。啊，毋过较早是相亲，啊，咱即马若是来到送订，差不多这个物件是无啊啦吼。其实我感觉阿母茶袂歹啊，因为走袂紧啊。阿母茶伫厝内吼，你看伊个袂啪啪走。乖厝内面较乖吼。无啦，这是我用以前迄个想法讲，这是以前的人拢歹看，哎呀，较实用较重要。较袂会卡尿啦，啊，有影。吼，较袂过家嘛吼。啊，过来就是看伊体态嘛吼，啊，看你捧茶，啊，大家用个歹心啦。啊，今即马新娘的手就牵来，哎，讲好话，讲好话，啊你吼面，嘿啊，手遮白吼，啊嘿，啊手遮嫩，啊其实是看有长种啦，长种查某手空白，吼，就是安尼，那摸啊，那小看者安尼，这是。红茶上介重要的这个作用啦，就是看查某囡仔，应该是袂啦，查某囡仔嘛是会小看一下啦。有影吼，但是有啦，家己画啦，家己画顺，嘛是有可能，家己小画弯，这个过程应该是嘛袂当正式给你冰起来看嘛，吼，啊有这种俗语啦。吼啊，当然即马知影这是无意义的代志，嘿。但是为什么红茶就是除了啉茶这个作用有这种意涵，讲为查某囡仔吼，你就是嫁阮袂使佫有离心的意思吼，将伊离中的做法，所以一定爱啉茶。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即刚开始吼，媒人会开始介绍嘛，介绍讲啊，这个亲情，男方的亲情是啥人嘛吼，啊一定为辈分上大这个开始，来介绍啊，这当中开始改称呼。是。吼，啊，媒人就爱甲你介绍，吼，为什么是爱女方的亲戚来？因为这就是传承，女方的女性的家属来吼，咱新娘嫁过去，后摆爱背对这个代志嘛，啊，所以你来亲无熟悉袂使，吼，啊，较早是无查甫来的，较早过定即天新郎袂使来。拢是女性的亲戚，这就是互新娘先熟悉才会来亲，啊，摆要背对红白书要背对的时阵，知影要爱找什么人。皇帝都是有这个顺序嘛，有这天数嘛，吼，对什么人开始奉起啊？是，咱即马咱的传统吼，抑个是老爸这边较大嘛，所以你伫介绍爸爸是姨婆甲姑婆辈分共款啊，拢是阿妈辈嘛，但是都一定爱姑婆，姑婆是老爸这条，啊，姨婆是。老母这条，所以你着姑婆先敬皇帝，上大这个先。其实这是有一个科学的道理啦，因为伊嫁过去了后，你较常看到的都是来嫁的人啊，所以讲这个姑婆你较容易看到。较大嘛，较大，莫讲人较大啦，是讲你较刚二生。对啦，刚二生，啊嘛较易看到。啊，姨婆可能要来你兜较远啦，吼，所以讲这是先介绍这姑婆，这嘛是有道理。是啊，啊你有感觉一件代志无？小姑袂当来，啥那姑婆会当来？对啊，吼，啊姑婆辈分大嘛，啊小姑大姑绝对袂使来。啊，以前听人做戏的时阵，拢听讲啊，大娘姑要来啊，小姑要来啊，皮皮抓，紧张皮皮抓呢。是啊，因为吼，大姑小姑吼拢是造喙小姑啦。甲这个地夫啊，也是甲阿嫂较袂合，拢会讲伊的后壁话。自古以来拢无啥会合。出头来点真侪，以前拢戏出拢做这。所以订婚小姑袂使来，大姑嘛袂使来。啊，对伊的形容拢无好话。是啊。讲大姑大那婆，小姑那严路。吼，也是讲造喙小姑吼，也是讲三个小姐三大财，三大菜。吼，啊三个小姑造喙吧。吼，也是这喙的小姑，气喙的骄傲，无一句好话啦。
我的哥哥订婚的时阵，我都无应准去啊。是。我绝对袂使去啊。吼，啊，我都无啥，心内无啥欢喜啊。我讲我会当时煞来去做调查嘛。吼，我做这个台湾文化的调查，我来真爱来做电调嘛。吼，电影调查。 无人要互我去，因为照喙小姑哪会使去？吼，我还袂嫁到，互人当做是外头家神啊！我感觉足委屈的，你知无？吼，所以我甲这个风俗吼谨记在心。是，吼是为什么小姑袂当去？啊，后来其实嘛是有一种讲法啦，真正嫁出去的查某囝吼，三不五时啊会倒来。 后头厝，妈妈会摕3件钱互伊，新妇当然无欢喜啊，迄阮翁趁的啊，啊嘿小妹咧也是阿姊摕去，难免啦吼，难免有这件代志，所以小姑绝对是袂当出现。啊，有人讲叫做孤僻，还是孤独，这拢是有这个语言去讲出来的话啦。真正订婚的日子吼，新郎袂使来，阿兄会使来，新郎的兄弟会使来，新郎本身无出现，吼啊大姑小姑无来。 是，放茶了，新伊就替你去来敬。是，吼，啊，你继续就是打招呼嘛，啊，就是爱熟悉一个，啊，开始就是爱传红包。来，是啊，啊，你来这红包吼，我比如讲，你即摆新娘出来，啊，伊底盘出来嘛，吼，啊，开始上单姑婆，吼，姑婆来，我爱祝福新人，吼，即摆是要收地啊。 姑婆，我给你收地后。啊，你来到家嘛吼，啊，即马媒人就该牵出来，也是好命簿。好命簿。媒人甲好命簿差伫倒，好命簿就是福气四正。是。吼，就是大家当官拢伫的，啊，翁婿将在，啊，有生后生，有生查某囝，即种好命簿。啊，媒人可能爱做10册啊，好命簿唔免做10册啊。啊，所以唔是好命簿牵出来，就是媒人牵出来，牵出来先来到姑婆家，啊，姑婆。 一定是拢有介意啦，到订婚这天，啊，我就爱讲一句好话，啊，我的红包放落去，底后亲亲要底金，吼，啊，就祝福新多谢姑婆，啊，继续嘿，啊，继续过来，啊，我过来，我过一个继续收，继续过收一个吼，啊，我可能你拄则讲底后亲亲要底金，啊，我可能啊，当归食菜，吼，夫妻恩爱，讲一个好听的话，轮一回安尼，啊，轮到头，搁替你去来敬。是。 摕入去来经，这收地后、地后了，过来就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今仔要挂手指，一卡金的，一卡铜的，吼，啊，这就是同心的意思，吼，夫妻同心嘛，吼。咱即马新娘地后收回去了后，搁重新搁打扮一下，吼，可能就穿礼服出来，吼，啊，出来到大厅，我拿后壁新娘，后壁新娘，啊，这是门口嘛，是，吼，啊，面向门口，啊，我坐伫大厅真正，啊，我若要招。 我就颠倒头，我面向新娘，是，吼，这是做法无共款，啊，可能就一只观音啊，跟一只嫁衣啊，嫁衣啊，互新娘跪脚，为什么要跪脚？唔知，较早阿娘我会派头，阿娘我就是翘脚练喙手嘛，阿娘我嘿啊，互使用人吼，使用人甲你抓铃啊，是甲你洗脚啊，是。 做其他代志嘛，啊，我管看使用人做代志，我拍牌伊做代志，坐管嘛，吼，所以这是阿娘的派头。你讲这罐钱，这罐钱真正有来历，这有历史的吼。这罐钱上古早的钱是昭和2年啦。昭和2年，这罐钱是我阿嬷和我阿公订婚的时阵，听讲我阿嬷真细汉都无老爸老母，所以是我的舅公啊，甲伊出嫁，甲伊发落，啊，所以。 阮阿嬷吼阿公订婚的时阵吼，这罐钱啊，我的舅公就用这罐钱，吼，迄当日本时代嘛，所以这罐钱100年啊，就有这个钱吼，阿嬷坐尻川下面，吼，这就表示讲，互你会掌管钱啦，啊钱爱足济，家产爱足济，唔知爱管理，是，吼，这就是一种祝福，所以伊这个数字是有固定的，袂使一钱摕来当，2钱摕来当。 啊，老师啊，啊，我看这个针啊，甲这个花吼，敢若有差别的对无？啊，老师你讲唔通讲差唔对，对无？是啊，当然啦。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办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心。台湾人订婚规矩一大堆。 你敢知影为什么会有造喙小姑这款话？为什么经营会叫做新郎的目睭？为什么新人袂用食家己的大饼？你食去庙的拜拜，
但是你捌注意过台湾的门神吗？伊伫每一个所在表现拢无共款。就所以讲，这嘛是门神吗？嘿，这嘛是画在门帮顶悬。听讲无共款的神会配无共款的门神，这到底是有影还是无影咧？其实其他的时间吼，每人也是这好命无插春仔花是无要紧，吼，有当时阿嬷过年嘛会插春仔花嘛，吼，像这春仔花，这是无要紧。但是若要订婚这天是绝对袂使插春仔花，一定要插针仔。插针仔伫个挂手指进前，吼，插针仔用意一定是大家甲新娘插针仔。你较早搬戏，你知影啊？有嫁甲无嫁，迄头毛无共款嘛，吼！你查某囡仔爱，毋是绑烟衣啊，就是头毛长起来绑落来。啊，你结婚的负责人是毋是头毛爱戴起来？啊，戴起来，古早人你无啥物即卖迄个叶仔嘛，啊，是毋是爱用针啊，甲伊并起来？吼，迄叫插针嘛，表示讲即个大家我甲即个手头要传互即个新妇，所以插针嘛，绝对是大家甲新妇插针嘛，吼，挂手指进前，即摆新娘坐好嘛，吼，啊头一个就是大家先来，大家先来甲新娘安尼比一个，就是甲插针嘛。所以这插针嘛动作真重要，非常的重要。我知。好，这是插针嘛，但是。有的人唔知影，就用一蕊花甲插，安尼就讲变低啊，当糟蹋啊，连毛。嘿，有一点仔生理的意思。啊，插针嘛，就是有这个用意，讲我大家，我即马你过来了后，我手头放互你，吼，这就是传承的意思。吼，啊，过来这是挂手指，啊，挂手指嘛真重要啊，唔是黑白挂，吼，较早是大家甲新妇挂，一个挂爱挂到底。挂到底表示婚姻顺利。人讲压落底，啊，即卖袂使压落底，即卖是新郎家己来挂，啊，到这就拗落来，无互你压落底。有影，所以这文化改变嘛。都人甲咱教，讲人甲你挂手指的时候，你绝对应该拗落来。嘿，啊是即卖现代的，你爱做较灵的，啊挂到底，表示婚姻顺利，表示大家甲新妇。中间无挂碍，是，这是一种讲法啦。啊，即卖人讲我无爱互你压落底。咱拄则吼讲到这个针嘛，对无？啊，其实这个物件共形，咱拢知影讲这是猪对无？是。啊，这个猪，但是敢若有啥物款的无共款，这叫做鸡猪嘛。你红楼梦内底就是有这个鸡猪出现嘛？这两箱是嘛是阿嬷互我的。有影吼，这两箱是唱鸡。唱鸡。嘿。有影真正唱鸡。真正唱鸡。迄个时代，这个时代嘿，一定是爱100。100就是12箱嘛，啊，但是这个猪就嘛是意思嘛是除了到这个品类到12项，嘛是意思讲啊，你过去了后，你就按样啊吼，食饭用鸡猪啊，哦，唔是凊彩插猪来的，就是好好的就准准好，这拢是一种祝福啦，吼啊准算，啊这都是有价值的物件，你袂凊彩买嘛，哦啊有需要的时阵，得一来变卖嘛，这拢是一种体贴咱查某囝的用意啦，好看这鸡猪出来，差不多就知影。这个家庭的财力伫倒啦，啊是安尼。嘿，啊你唔知影，咱较早查某囝嫁出来查某囝来买厝，外家啊嘛是爱搭伊，嘛是爱买碗盘、甲猪吼送伊，啊即马拢用搭的啦，是吼，我来买厝，外家是爱买碗、买盘啊，吼爱买猪送互查某囝，是，我还起价嘛。啊，这个物件是哪会出现伫这个订婚礼中间？手巾在什么时阵出现？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食新娘桌，是。啊，一个食姊妹仔桌，啊，一个就是结婚的时阵，是吼，人来看新娘，新娘会送。你袂使订婚了就叫查甫转去嘛，啊，正定新娘是无上桌，是吼无上桌。啊，另外新娘食一个姊妹桌，姊妹桌就是我相识。甲我的姊妹仔相识啊，我的好朋友相识。啊，相识我送你手巾，表示我紧相连。我甲我的姊妹仔紧相连。我虽然嫁出去，我紧相连。是啊，讲到姊妹仔都，我实在是真见笑。我感觉囡仔唔捌代志。我细汉，我差不多读小学的时阵吼，看我的表姐要嫁出去，啊，食姊妹仔桌。食姊妹仔桌进前是新娘先坐喺桌顶，每人每一出菜，拢会讲一句好话，啊，新娘给比一个，啊，有可能剥一个胭脂，啊，就放落。比如讲啊，食鱼脆皮，紧做牛肋，哈，食鱼尾车，紧做大鸡，哈，差不多就是这个好话。
啊，我迄当阵伫咧边仔看，我足细汉哦，哪读小学时，看阮表姐啥物拢无食，就食青草，啊，每人安尼甲剥一个，啊，就放来剥来。我讲哦，安尼我袂做新娘，啊，啥物拢袂当食，心内都做这打我就足烦恼的。我讲哦，啊阿姊，小等下，若要坐桥出去吼，啊，巴肚枵要安怎吼？我替伊烦恼，我讲我后摆袂做新娘。所以食姊妹啊，就是新郎伫外面，甲可能甲阿兄、甲母舅，还是甲爸母食订，迄叫食订。啊，新娘另外甲伊的好朋友，还是姊妹啊，叫姊妹啊倒。为什么伫结婚的时阵爱送？即就比如讲，你新娘带入来，啊，伫房间内底，伊来到这新婚的所在，会惊嘛？是啊，哎，足无等的，啊，足无等的，可能就是即个囡仔会来看阿金啊，看阿姊啊，还是看阿姆啊，啊，囡仔入来就甲你叫，你总是爱有一个班，哎，有一个物件，你袂使讲白白受人的礼嘛，吼，啊，就手巾仔上俗。较早咱幼稚园的时阵，是爱搬边咧食吼，嘿，啊，所以手巾仔有足侪路用。咱拄则讲食订，食订嘛袂当食到完啊，是，吼，食到差不多爱食一半，就爱退息啊，对，哈，就爱转去啊。啊，你安怎我哪会知我食到一半，所以我会出一只鸡来给伊暗示。这只鸡规只鸡嘛，一只鸡是毋是规只鸡？是，吼，咱台语讲规只鸡，啊，规只鸡就是规鸡嘛，啊，规鸡你差不多爱转去。对，规鸡。啊，转去啊，正定即讲，因为正式的婚礼也袂来，是，所以食到一半，男方退息的时阵无啥事，是，女方嘛无送别，哦，袂使讲再见。有一点仔，咱即马。伫病院出院的时候，无讲再见，意思差不多是安尼啦。有一个禁期。禁期嘿，因为婚书还未完成嘛，袂使讲再见安尼。所以食订食到一半，就男方就先退息，一定爱缀倒。哦。嘿，爱缀倒吼，啊，这食订爱缀倒，差不多搭你。吼，你即缀倒差不多偌济钱，啊，我就包一个红包搭你安尼。这个礼数吼一定爱过，若无吼日后迄个婚姻若无合合的时阵，拢怪迄个礼数无够数。是啊，就讲你不做无够啊，做无够。是啊，你看，知影讲吼，这嫁出有影伫咱台湾人的观念中间吼，两个家庭的重要大事啦吼。但是呢，不管是订婚也好，或者是吼后来这结婚的仪式，其实吼拢是代表咱台湾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啊个文化。虽然讲这个时代的变化啦，吼，啊，佫有一寡礼俗吼，豆豆啊去消失去。不过呢，每一项的这个礼俗哦，拢代表着讲咱的人吼，咱的祖先啦，吼，咱的这个是大人对新家庭的一寡祝福啊，啊，佫有这个亲孝的这个文化的素养，我感觉讲这是真有咱台湾人的这个气口甲精神啦吼。啊，这款的故事吼，伫咱的身躯边呢，已经豆豆啊去流失去啊，真可惜，咱嘛应该好好甲保持。咱今日真感谢老师甲咱介绍遮尔啊侪，当然啦，还袂讲煞啦吼，啊，这个代志吼，哎呀，讲半步你规去结一个婚较紧啊，是啊，你去结煞去办一道你就知影，去办一遍你就知影吼。所以讲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人生大事嘛是要去甲完成啦吼。报道歌顶呢，会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这有关于咱台湾人的一寡代志甲故事，用台湾俗语甲故事呢，甲乡亲来博感情。咱的报道歌顶唔通袂记咧后礼拜，请准时收看。感谢老师呢，谢谢。